新头壳 New Talk 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上任以来，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惹出不少风波，但仍有不少死忠的铁粉力挺。一名阿尔巴尼亚画家把川普当偶像，展出近50幅受到川普启发的作品，让川普变肌肉难尬万历，甚至抱着手拿核弹的小婴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，彰显川普的伟大。这场名为唐纳 The Donald 的艺术展在阿尔巴尼亚首都的拉纳 Tirana 举行。61岁画家戴维纳 Avni Delvina 表示，国际媒体对川普所走的非典型政治路线多持负面看法，这些作品是他的回应。法新社报道，戴维纳强调，这次艺术展是他2年来的作品，表达出对川普遭攻击的强烈愤怒。他并形容前地产大亨川普是自由不羁的人，是他创作的缪斯。戴维纳作品中把川普变成肌肉男，霸气拿着用美钞做成的武器，和金融巨鳄索罗斯 George Soros 尬万历，甚至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 Melania 都变成蒙娜丽莎。被问到为何吹捧川普时，戴维纳引述作家欧威尔 George Orwell 的话说：“在充满欺骗的时代，说实话是革命举动。”